家好，我是阿爸请你妈妈好的演员杨静兰。好呀，你当作我是开骨蛋哦，紧张。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，然后爸爸就有一点浪溜嘞。哎，她是一个非常有肩膀，然后很独立的一个女生。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有趣的题材，就是她有进入关落音的一个奇幻之旅。因为赵天开一刀灵符定乾坤，千妖万邪不敢进我大门。阿姨要有翁心诶。哈？差介济呢，这不是安尼用的啦。免考虑啊啦，若关无好，我就随走，嘛袂叫你退钱。欢迎来到花珠宫关落音的现场，我是你的导游。就是这张。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也是对我爸爸有一些不谅解。然后后来我爸爸他就是后来就是真的就是意外的过世的状态，所以如果可以关落音，我一定会想要去关落音，然后我会想要问问看我爸现在好不好啊这些的。你若讲老皮安尼吼，哥哥甜吼，你别见一摆就拍一摆啦。知道 Darren 哥饰演我爸爸的时候，我心想说，我爸也太帅了吧！大家好，我是 Darren 顾凯伟，我这摆伫阿爸请你妈妈好来的演的是林秋山。我觉得挑战的是要突破自己的那种形象吧，帅哥暖男的形象，可是，在剧里面的爸爸又是一个很放浪、很不羁的一个角色，就会跟他完全是不一样。大家应该可以很难想象 Darren 他吃槟榔、喝酒的样子吧？每一场戏其实都让我印象深刻。比方说在医院，我的前妻过来，对我那种眼神就是很鄙视，从头看到脚，再看回来，瞬间会觉得啊，这个角色他好可怜哦。那要找阿母哦，你自己坐啦。雅慧在关落音的过程中，有一场她真的可以摸到她爸爸了。尽管走几次，然后一碰到爸爸的手的时候，然后爸爸好像也有感觉到我的那一刻，哇！每拍几次都很有感动。其实我感触也蛮多的，但是我又不可以表现出来，因为我在那个当下是有点失智了，对，有点回光返照了，所以我不可以有太多的那种情绪，可是会鸡皮疙瘩，我自己都会鸡皮疙瘩，就是女儿在牵着我的手。他一直要拉着我走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爸爸走不动了，我没办法了，真的走不动了，就太累了，可能这一生过得太累了。”天哪，那也是蛮揪心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胆小，但是又很想念你的亲人，邀请你跟我林雅慧还有林秋山一起踏上这个奇幻的关落音之旅。